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找伊，伫伊三军的时求救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着改变伊的念头。归往耶和华，伊要怜悯伊；归往咱的上帝，因为伊要骗行赦免。撒迦来吟圣诗赞美，圣诗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131首。人若拄着忧闷伤悲。会众请起立吟全首。拄着忧闷伤悲，伊若听见主名字，心内忧闷变成欢喜，时时感谢我你。主耶稣，主耶稣，主名，圣主名，这就送望是伊。有一项断望，就是天里的欢喜。咱大真心救主耶稣，心保佑带着健康。虽然拄着有难坎坷，但是你得着保护。主耶稣，圣主名，这就送望是伊。有一项愿望，就是天里的欢喜。我可救出是生命里，我就得到大福气。存一生就破我一时，我心默有欢喜。主耶稣，圣主名，这就送望是有一项断望，因是天里的欢喜。你的望过真行你，请好耶稣生命里，请大着无比怜悯，但是大家应更伊。主耶稣，圣主名，这就送望是有一项断望，就是天里的欢喜。请大家永远听到，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会众请坐。撒迦来启应文40章，暂时嘛是以赛亚书第6章。伫圣诗后面1071页，我来启，请会众来记。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
伫伊的周围有希腊兵天使徛伫树后。因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庭因为呼应的声震动。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知影我袂无啦，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踮伫水豚无清气的主民中间，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希拉夫天使飞起来我遮。一手并飞旗为官顶夹一个团。将团捂我的喙唇，讲：这个有顾着你的嘴唇，你的罪过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是找啥人？啥人要为着怨气？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咱同心来祈祷。掌管宇宙万面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过一摆引带阮来到伫你的圣殿内面，三个组织敬拜你，也感谢你固守阮经过主后2001年的久时间，无论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你拢互阮平安顺遂经过。今仔日是2022年第一个圣主日。暂时嘛是阮桃园教会举行中职团契首长就任式的日子，愿一切荣光归乎你。愿感谢主你，手术恩典满满伫阮的身躯顶，也感谢主有缘互阮享受到对幸福甲快乐的日子。愿今仔日要来学罗你，愿今仔日要来感谢你。愿阮今仔日的敬拜。拢通成做你所欢喜。阮伫天里的爸，阮的主啊，求你互阮伫2022年中有新的恩典，有新的信心，有新的启示，以及新的突破。圣神大爆发的恩膏要临到阮，新酒、新油，拢要压灌伫阮当中。愿耶和华赐福阮，保护阮；愿耶和华的面光照阮，赐阮阮平安。伫新的一年中，更较大的恩典。天父上帝，愿知你是信实的上帝，感谢你施恩互桃园教会，感谢你互阮有好的牧者、甲中职、甲同工，以及正会友当中，阮的事工无论对内。对外，拢是一直宣扬你的福音。更较要紧的是，求主你的灵做工伫教会当中，使会较新、更较活灵，帮助桃园教会会更较成长，迈向更较成熟、更较完全、更较荣耀的境界，互桃园教会伫这个世代真正会成做社区。社会、国家最严、最光的阳光器皿，互最人加入这个灵魂，将各项的规矩献给上帝，帮助阮将最失散的会友带回来教会聚会。阮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三个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5章。27节甲35节，华语和合本圣经第84页，台语汉语本圣经第71页。这个代志了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抽象，名叫利未，坐伫向官，就甲伊讲：对我，伊就放下一切起来，对伊。利未为着伊办大宴席，伫因兜有抽象的以及别人坐，甲因同坐倒。
法利赛人甲因的经学师对伊学生袅袅念讲：恁写书甲抽象的以及歹人啉食呀！耶稣应讲：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若是破病的人就对。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调歹人来反悔。33节，因对伊讲：约翰的学生定定禁食祈祷，法利赛的学生也是安尼。若是你的学生也啉也食，耶稣对因讲：神囝婿甲互娶的人三角地地，兼会互娶的人禁食吗？若是日子要到，神囝婿对因中间无去，伫遮因就要禁食。咱即时请圣歌队来赞美。咱即时来请本堂牧师来正道，第八是转来厝，先担着上帝国的宴谢。弟兄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新年恭喜，耶稣听你吼。请咱拄好迄个路口
吵闹的声音，拄好咧讲，咱拄好伫一个新年的时阵，所以我要邀请你，你的边仔的人，头前的人，后壁的人，甲伊捌一个使一个目尾，使一个目尾的意思就是抛媚眼啦。然后甲伊讲新年恭喜，请开始。因为咱互喙暗冻掉的，所以无法度笑互人看，对无？啊，不要紧，咱甲伊使一个目尾，叫做抛媚眼啦，吼。使一个目尾，意思就是讲，甲伊拍一个招呼，讲我有甲你拍招呼啊。好，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赏赐，互阮会当做伙组织伫你圣殿内。阮感谢你，带阮经过新的一年，来到这个新的一年的时，阮求上帝帮赞，互阮伫过去一年所拄着的艰苦，所拄着的折磨，所拄着的瘟疫，拢真像昨日安尼过去。求上帝帮助扶持赏赐，互今年所拄着的每一时每一日，阮知影就是毋知的时，上帝求你拢甲阮做伙伫地，帮助扶持，互阮伫你内面，帮助扶持，互阮因为你要甲阮做伙伫地，来得到欢喜甲快乐。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关联计实，这个故事是出对《世说新语》，这个真出名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小说。公廉是一位。这个故事是来讲，这个叫做管宁啦吼。公廉有一个好朋友叫做花心，公廉甲花心因两人做伙读册。有一天，因读册的时阵就走去到菜园啊，去这个种田，想讲要学学学生的，学徒学学学生的。结果骨到涂骹内底，放到一块金仔。结果公廉是安尼哦，公廉看到金仔，就将金仔安尼哭飞去边啊啦，飞去边啊，敢若迄个金仔甲石头拢差不多共款。不过伊的朋友花心毋是安尼。花心看到这块金仔，就来摕起来看一下，看了后啦，迄去一边。另外有一天，因两人做伙坐一块草树啊顶头来读册。门骹口拄啊好，亲像咱逐拄啊共款，有真热热的马甲车都安尼经过，真热热，路口咧做热热，结果讲人。咧读册真专心，所以囡仔拢无听伊，囡仔拢无听伊。结果伊的朋友毋是安尼，伊的朋友册就放咧，走出去看热闹。伊的朋友册放咧，走出去看热闹。结果伊的朋友转来的时阵，公廉就将因咧读册迄块草树啊赶做两边，然后大声对伊的朋友讲。对打了后，你毋是我的朋友啊！所以这就是公廉挂失这个成语，后来变做一个成语的来源。所以挂失，咱顶头所写的挂失这个语言，嘛会当用伫朋友断交，就是两个国家断交的时阵。中文所用的字词，亲爱的兄弟姊妹，这个故事真明显，高举公廉，结果
迄个伊的朋友欢欣，但伊看做科学家。事实上，讲灵虽然这叫做儒家的故事，实际上这个故事无下人性。无下人性的时阵，是人拢有迄种好恨的心，看到金仔头可能无来看一个，除非目睭去互青眉，他有可能看到一个无共款的色池线，当做伊无共，所以意思就是啥货真假啦。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读，叫做这个讲灵真假呢。啊，外口咧做老人，他有可能无探头去看，啊是啥物人咧来做老人，他有可能无去看，所以伊伫遐读册，讲啊真专心对，倒影真专心。对于伊臭戏人，无他有可能无听的。听有我意思无？这个故事某一个部分嘛，咧呈现另外一面，就是卖假啊。真假呢？甲挂失长高完全无共款，是今仔日咱读到的经节。咱读到今仔日经节是读到主耶稣甲人做伙坐这个宴席。新啊，甲有注意到一项代志，路加福音咧描述有主甲人做伙伫地的宴席，其实拢是沿线旧约的传统。旧约有一个真特别的传统，咱若读圣经就知，叫做上帝会亲自拜访伊的百姓。就亲像创世纪，咱会读到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咱会读到亚伯拉罕真热情咧招呼迄个过路的人，啊无意间伊煞交代着上帝，对无？无意间伊无想到啊，结果伊真只是热情咧招呼人，咧款待人，总是伊无意间去招呼着上帝，款待着上帝。有人真热心咧款待上帝，总是有遐个拒绝上帝的所在，就亲像索多玛城所发生的故事，创世纪19章就咧对咱讲这样代志。所以，新学家咧对咱讲，上帝拜访咱有两个结局。第一个结局是有可能带来拯救甲祝福；第二个结局有可能带来伊的审判。这就甲主同在的宴席同款的意思。咱爱知咱的主真做救主。毋单单是伊死伫十字架顶，是伊伫世间上真做教会各活的主。福音书就对咱讲，咱的主用上具体的方式，甲咱分享伊的性命，也就是伊的拜访咱，进入咱的家，用人客就是主人的身份。甲咱做伙食饭，享受这份关系，就亲像咱今日所读到的经节，《路加福音书》第5章27节是安尼讲的。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这个代志了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抽象的，叫做利未，坐伫向官，就甲伊讲：“缀我。”迄个。现代的台语是翻译做猫税，意思咧，迄个猫税可能下当时的意思，毛税，意思就是啥物货？当时是即区你管，就互你猫，是这个意思吼。当时这个是下原文的意思。所以即区迄个罗马政府来讲，我要偌济，然后呢，加的拢是伊的。了解这个意思吼？伊的工价，伊要抽偌济，迄是伊的份。伊有一个权，伊会当请军队来压制，来压人摕钱。
所以更较强盗的，你知无？哦，当时的迄个这的吼抽象的更较强盗的。路加福音第5章呢，描述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故事。当耶稣呼召彼得了后，就描述这个故事，就是伊的路加特别记载伊呼召利未，这人的工课是抽象的谋士，所以伊为着对敌罗马帝国，这对敌来做工，就通知利未所做的头路是无互人欢喜。所以，随常咱嘛共款啦吼，人若要人扣税，咱会袂欢喜。总是这个更较无共款，因为伊是谋的，所以遐个人拢知影，伊拢对其中安尼抽偌济。所以这个谋士是无互人欢喜，随常有可能伊也家己无啥欢喜的头路，伊透过这个头路咧生活。迄个抽税迄个关口，通常当时拢是伫迄个门口大门啦。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人若咧出入的所在，伊若看到这个无纳税，今年无纳，就叫来，就爱纳税。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主耶稣呼召利未的时阵，伊是咧做工。然后主就甲伊讲一句话：缀我。这是一个命令。主甲伊命令讲：缀我。随常伫路加的故事内底，连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故事内底嘛无这个命令。换一句话来讲，伊只有独独对这个抽象的，互人看轻。甚至看过最罪人的抽象的来发出，这嘛咧对咱讲，上帝的呼召会伫咱生命的任何时刻出现，有时阵伊嘛会出现伫咱最头路、最工的时出现。所以要紧的是啥物货？要紧的是人爱会晓听见，详时去回应伊。这就是利未伫遮所做的代志。路加福音第5章28节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就放下一切，起来缀伊。利未的回应真积极。路加咧对咱讲，就是你活伫你感觉你活伫罪的生活内底，就是你伫工课内底。假使若听见伊的声音甲命令，咱嘛会当开始行动。新学家马歇尔是安尼讲，伊讲利未无可能即时就随时放下一切，无可能，因为咱等下阁会读到伊伫因兜请耶稣嘛，对无？所以毋是迄句话的意思，毋是讲伊即时的所有的物件拢放下一切，毋是哦。是咧讲利未对即时开始的决心，伊决定甲旧的生活、甲性命挂失，划清界限。伊决定即时要跟对耶稣，因为安尼咱才会读到刷落来的即场的演说。路加福音第5章29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利未为着伊办大宴席，伫因兜有抽象的，以及别人坐，甲因同坐的。对圣经的描述，实际上原文就是安尼。这场宴席，耶稣毋是受邀请人而已尔。伊毋是受邀请去参加一场宴席，安尼尔，毋是，是这场宴席是为耶稣来办的。咱读这个描述就知，随上原文嘛是安尼。这场宴席是为耶稣来办的，所以利未伊想要透过这场宴席来尊重伊所拄着生命改变的主。
耶稣。上时，伊要介绍伊的同伴，甲伊的朋友来熟悉主。伫真侪文化内底，做伙食饭就表示彼此的接纳，至少咱是互相熟悉的朋友。近东有一个先母就安尼讲：我看见因做伙食饭，我就知影因是啥物人。所以请人食饭，其实时常也是甲人做伙食饭，其实有真侪意思。有冇可能是一种富有甲地位的象征？就亲像咱知影，现代有人付钱甲人食饭。迄个巴菲特就是安尼吼。咱知影美国有一个好野人叫巴菲特。咱知影有人一当爱付钱甲伊食饭。就是一个老伙仔佮甲伊食饭。甲伊付钱呢，付的钱阁袂少咧。介成我袂记迄个计数吼，至少$10,000起跳吼，$10,000哦，$10,000起跳。付钱甲伊做伙食饭，一个老伙仔80-90岁啊，总是当甲伊食饭的人，某一个部分就表示富足，因为我有才会当安尼对无？第二个。表示我有地位啊！我捌甲什么人做伙食饭过啊？这甲人食饭有这种意思，但是另外意思，就是有可能这是一个服侍的行动，就亲像利未伫遮所做，总是这场宴席，却有一群无受邀请的人伫边仔讲话。就亲像俗话安尼讲，别人食面因话烧啊。咱阿妈听过即句话啊？别人咧食面烧是伊咧烧，他会说你咧话烧。所以咱读着线落去，就是即群人咧讲话啦。即群人倒受邀请，无呢？即群人无受邀请伫迄场宴席内底呢。结果即群人煞讲话呢？路加福音第5章30节，做伙来读即群无受邀请的人客，袂当算人客，因为因都无受邀请，因讲话，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法利赛人甲因的经学师对伊的学生嗷嗷念讲：恁写书甲抽象的，以及歹人啉食，即群人。先批评耶稣，甲门徒讲：恁太甲遮个歹人做伙食饭。路加并无描述利未的朋友是歹人哦，无哦。所以即群人是定罪哦。了解我的意思无？即群人是定，迄群人讲：遐个人甲因食饭是歹人咧，是出对法利赛人甲文士的喙。因直接定甲因食饭是有罪，线落来继续因安尼讲。路加福音第5章3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因对伊讲：约翰的学生豆禁食祈祷，法利赛的学生也是安尼。若是你的学生也啉也食，所以这群人若挑战。耶稣学生嘛挑战耶稣呢，质疑耶稣讲：写书迄个约翰甲伊的学生禁食，法利赛人嘛是啊，写书恁的大食大啉伫遮，大食大啉。实际上，这明明是一场宴席，对无？到后壁就变做一场辩论会呢，有读出来无？煞变做一场辩论会啊！所以主耶稣即时颠倒伊的身份，伊对人客变做主人，直接来应答这个人的问话。主耶稣是安尼讲，路加福音第5章3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耶稣对因讲：新竞赛甲号出的人三甲第一地，兼为何号出的人禁食嘛？耶稣问因讲：新郎伫的时阵，恁才有可能禁食？
新郎搁伫的时阵，恁当时恁头有可能进食。我前工去台中参加一场婚宴，礼拜甲宴舍。其实宴舍对即家来讲，也是去参与的人来讲，其实完全毋是重点。总是咱时常会感觉讲吼，食着啥物会真要紧对无？其实毋是，毋是迄场宴舍要紧，是迄场礼拜要紧。因为咱会当参与甲见证两个人组成的家庭，一个团契，两个家庭，以及因两人伫几个教会做伙，看到即对新人的重要的时刻。咱咧见证迄个时刻，当咱咧见证迄个时刻了后，即种场合毋但是古早，现在拢共款。后来无可能用禁者来结束，因为咱要用欢喜来结束。所以透过安尼，主耶稣是用弥赛亚的宴舍，啥物会叫弥赛亚的宴舍？做例。来说明伊甲门徒伊的学生即时所做的选择。即摆无禁食，是因为因大声谈着上帝国的宴舍。啥物会叫做上帝国的宴舍？就是有主同在的宴舍。当新郎耶稣搁伫的时阵，他有可能禁食，当然嘛爱啉食、享受、欢喜庆祝。总是刷落去无共款。路加福音第5章3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若是日子要到，神惊死对因中间无好去，伫遐个日，因就要禁食。这是耶稣真巧妙的譬如，伊咧对咱讲，咱爱有新的眼光。当主耶稣搁甲咱坐倒的时阵，当然爱爽快啉食。当伊离开，就要用新的行为、新的模式来回应。所以，照刷落去，主耶稣用衫、旧衫、甲酒袋啊，新的甲旧的来做譬如做新甲旧真歹有法度合做伙。主耶稣的譬如，其实嘛咧对咱讲，习惯旧的方式甲旧的眼光的人。来到一个新的时代、甲新的环境，会真歹适应。因为安尼，咱拢需要定头生，毋是亲像尼哥底母的误解。尼哥底母因为迄句话，耶稣讲的定头生有两种意思，原文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等于老母的腹内生出来，另外一种意思是对天灵来。生出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毋是等于老母的腹肚生出来，是对天灵、对圣神，搁一摆生出迄款的快乐，这叫做定头生。伫这段对话内底，主耶稣其实有一个真要紧的回应。路加福音第5章31节到32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应讲：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若是破病的人就得。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歹人来反悔。我做传教者，到今年已经21冬。实际上，我过去有真侪去到病院探访的经验。伫迄个探访的经验内底，我捌看过几个病人，几个吼，真毋是一个尔，是几啊个。伊拢对我讲，伊规世人拢毋捌看过医生，毋捌住过病院。总是即款的人吼，真麻烦，就是一个住院，就有可能无法度出来。我毋知影咱听过遮个故事。总是事实上，我要大家来讲，不只是一个尔，我捌拄过真侪人去到病院是安尼甲我回应的。无去看医生，无住过病院，
无的确代表家己无病。了解我意思无？这就是安尼吼，无去带医生，无看过，无去带病院，无去看医生，无代表咱身躯顶无问题，毋是安尼哦。我相信咱拢知影这个道理。这就是主耶稣伫遮的回应，这就是主耶稣伫遮的回应。所以，最时阵，咱若家己感觉家己真健康，当然就无需要医生病院啊。所以医生无生理是上好的，对无？在场有医生会甲我讲袂使，伊爱工课袂使。总是是无毋对，咱拢毋望医生无生理，因为安尼就是无破病嘛吼。总是事实上是主耶稣，侪人已经病真久啊，总是伊无发现尔。所以主耶稣透过即句话，其实是咧回应遐个法利赛人甲文士。伊讲我来啦，这是完成式吼，那个原文是完成式，就是讲我已经来啊。所以恁感觉恁真健康，恁伫身躯顶头、灵魂顶头拢真健康，所以你会当真骄傲去审判人，讲恁拢是歹人。迄就是因的审判哦，因对即群人的审判，讲恁拢是歹人。换一句话来讲，我上好啦。审判人的人会感觉安怎？家己上健康，家己无罪。总是若安尼，因就会测试甲主做伙同齐的迄场宴席。即群人都无受邀请嘛，对无？因为因测试。迄场甲主同齐的宴席，所以主耶稣其实是伫将利未厝内底即场宴席看做伊是甲悔改的人做伙食饭的宴席。换一句话来讲，悔改就是甲主同道的条件。随上主耶稣嘛咧邀请因啊，邀请因安怎？恁爱为着家己的罪悔改，这也是就是主耶稣甲人做伙伫地，互人感觉真正欢喜的所在。因为只有知影家己有罪，伊才会知影伊偌荣幸受邀请参与这场宴席。就亲像咱一开始。启应内底，先知以赛亚当主显现的时，伊看见主的荣耀，然后呢，伊讲啥？伊讲我是有罪的人啊。换一句话来讲，伊了解家己的有限，家己的有罪，是人会当堪得。坐上这场宴席要紧的条件，只有安尼，伊才会当得到上帝的赦免，然后伊才会当受主耶稣的呼召，上帝的呼召讲，什么人会当为我去，伊才会当领受这个呼召讲，我伫遮，请找我。1987年有一部电影，这出电影是叫丹麦的电影。这出电影中文翻译做《芭比的盛宴》。这出电影当年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电影。这出电影是咧讲马丁路德的教会所发生的代志。咱来知影马丁路德当时离开天主教。伊看袂惯死，天主教会内底有一寡修士加遮的教师，因照着迄个季节食真好，食真饱，所以伊捌安尼批评遮的天主教讲，腹肚是因的上帝，好食物是因的宗教。这是马丁路德捌伫伊的教士内底安尼批评，因为安尼。
后来罗德宗的教会、信义会、罗德宗的教会拢同款，拢强调过真简单的生活。所以这出电影是咧描述伫丹麦的海边啊有一间罗德宗的教会。内底牧师就是过真简单的生活，伊也安尼教示伊的查某囝，甲规村的人，因为规村的人拢基督徒，所以规村的人，恁拢爱过这种生活。啥物款生活？就是逐工食鱼煲啊，食迄种无味的迄个面包吼，安尼戳做面糊的糜，跟咱糜吼，安尼食。所以因逐工食的物件，拢是即种物件。伊两个查某囝马蒂娜甲菲利帕，即两个查某囝虽然生做真水，一直拢有人要追求因，总是因虔诚军队信用，因选择甲伊的老爸，甲遮个村内底的人做伙过真刻苦的生活，逐工就是食食的。两个姊妹仔也为着信仰，就放弃自由甲爱情，以及因真美好唱歌的天分。10几年过去，这位牧师过身，这两个姊妹仔也老啊，总是信仰煞无带互大家欢喜。伫教会内底颠倒侪人，伊的心孤单，甚至开始互相攻击。直到出现一位难民。叫做芭比，这就是芭比的盛宴的开始。伊来就开始带来改变。一开始，伊就放一点幼的培根放伫迄个面糊内底，结果破病人食到迄感觉好，真好，就开始笑。总是伫教会内底互相攻击，犹原无改变。常时哪来哪侪冲突，伫下面、伫表面嘛同款，因为连因唱圣歌的时，遐个骂拢开始停袂落来。无想到，即时这个芭比买彩券中1万的法郎，所以伊当时当场就大家提出一个要求，讲伫牧师百岁过身生日的迄天，招待大家食真正的法国料理大餐。伫因个村内底，长期以来，大家普遍拢认为好食物是魔鬼啊，所以总是因个歹势打拒绝，所以因大家就开会哦，大家真严肃开会，决定讲。食了，莫对即顿暗顿提出任何评论甲讨论。点食了，就当作是对芭比的慈悲甲好意的回应。所以，伫即场的食饭的开始，众人是安尼开始祈祷讲：上帝啊，求你互即个面包养饲我的身躯，互我会当养饲灵魂的需要，互我的灵魂服侍永远的上帝。阿门。这是因的祈祷，开始的祈祷，所以因只有求一点仔面包尔啦。结果因食完整7道法国大餐，前菜是绿海龟汤，配是雪莉酒。前汤啦吼，汤第二汤是安尼。前菜是鱼子酱，配凯歌香槟。主菜是千层面烤鹌鹑哦，配红酒。第4道是生菜沙拉，第5道是特款的起司，第6道是真澎湃的甜点。鸡卵糕，第7道是水果，充满无花果、葡萄加木瓜，配是咖啡。这7道菜比较因时常咧食的迄个面包糊加鱼干，因完全
无法度想象，因为遮个村民完全毋捌食过，完全无法度想象，所以一开始大家拢真袂惯势，结果安尼食咧食着好食物，你咱知影，咱的面会开始笑对无？食着好食物就会开始笑，然后呢，伫迄个宴舍顶头就开始讹了对方，然后就开始讹了上帝。伫迄个宴舍内底，迄对捌一直吵的翁仔某，迄对好朋友时常安尼明争暗斗，因遮真僵化的信用经验，拢因为即张宴舍来消除。上尾，这个电影是安尼，其实这个电影真简单啦。这上尾即出电影是所有的人拢围伫井边牵手，做伙学了上帝所赐的美好。后来电影上尾是安尼讲，这个芭比是出名法国餐厅的大师。伊办即场宴舍，只想要帮助大家找到上帝藏伫因中间，然后因袂记即真久的恩典。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中职要就任，其实这是一个开始。我记得我大概伫18当前，2003年19当前。我伫台湾大专带我的学生做伙读册会的时阵，阮读一本册叫做一本真细的册吼，叫做《团契生活》。这本册是潘霍华牧师所写的。这本册内底有一个真要紧的内容，伊讲什么会是团契？潘霍华牧师讲，团契就是大声担着上帝国的滋味啦。所以团契毋是咱所想象的迄个形式吼，就是组织咯吼。团契毋是咧讲组织吼，所谓的团契是咧讲咱做伙的时阵，我甲你甲上帝的关系啦。这叫做团契，也就是圣经内底所讲的。所以毋是咧讲妇女团契、相连团契。所以咱伫咱的教会内底，咱爱过一种团契生活是安尼哦，毋是看到人尔。我甲你甲上帝，所以有上帝伫咱中间啦，迄叫做团契。伊讲什么会是过团契生活？过团契生活就是大声谈着上帝国的滋味。换一句话来讲，上帝国有可能，咱莫想讲上帝国真远咧。以后我爱去，还会当甲上帝同道的，毋是咧。即时咱就会当担着。即时咱就会当担着即款的滋味，这也就是我对旧年开始咧想，到底咱教会今年的目标是啥物货？我想来想去，就想这个主题叫做“转来厝”，回家啦吼。用华语来讲叫做回家，用台语来讲叫做“转来厝”。阮两个研究半工啊吼，看要哪讲这个地方吼，“转来厝”。转来厝是邀请旧的朋友甲新的朋友，爱转来上帝的厝。然后上帝的厝咧，上帝的厝爱备办盛宴啊，备办款待人啊。所以咱爱备办款待人，所以咱需要礼拜的更新，不只是形式，咱的内容嘛爱实在。然后咱伫7月份开始。要准备来调动礼拜的时间，第2礼拜想要调到9点半，然后华语礼拜要调去到11点，然后大家哈做伙伫12点半做伙用爱餐。对今年的7月份开始，这个计划是形式，总是嘛毋忘迄是一个实在。因为恢复爱餐阿加佩的意思，就是恢复上帝以及人甲人中间正常的关系。阿加佩对初代教会开始，就是所有的人拢有当参与，
这样代志对当时的世代来讲是一种革命，因为过去的人拢会分身份啊。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我的爸爸就是安尼，阮兜就是查甫的成者，因为阮爸爸受日本教育。一开始是安尼哦，是我甲阮爸爸做伙食，然后我的姐姐甲妈妈哈做伙食。啊，款嘛无可能是阮去洗碗池吼，甲即摆的世代完全无共啊。阮兜是我咧洗碗池啊吼，所以总是其实拢共款。所以过去是分的哦，总是做基督徒袂使安尼啊。啊，甲皮意思就是重新看待咱拢是上帝所创造的迄位，毋单是伫实际参道顶头，嘛伫团契小组的组织内底，拢互这个属上帝的百姓身躯心灵拢会当转来厝。亲爱兄弟姊妹，我知影这毋是我拍拼有法度做会到的，毋是，这需要咱所有的人做伙拍拼。一开始是爱对这个中级开始，中级同工开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咱不只受呼召，诚做听见伊声音、伊话语的人，咱搁较受呼召，去诚做上帝所差遣的人。上帝讲，啥物人会当为阮去？你毋知以赛亚是安尼讲的？以赛亚是讲，我伫遮，我有听的，我伫遮，请找我。同款，伫咱的教会内底，咱搁较受呼召，去诚做人的属灵同伴甲牧者。所以，请咱仔细去看，伫咱的教会，伫咱的社区，阁有侪失落的羊，侪失落的羊，等待咱叫因转来上帝家，就亲像爸比共款，伊为着迄个教会，大家做伙带来满足身躯心灵的宴席，邀请你甲阮做伙来备办这场宴席，用真实的听来出菜。实际上，就亲像我头拄所讲的，上帝对咱要参与这场宴席唯一的要求是啥物货？请悔改，抱悔改的心认罪。那安尼，咱就会当甲主同道。愿上帝的话语，甲咱做伙伫地，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因为阮知阮忽略你的呼叫已经久久，帮助阮知影你听阮，你呼召阮诚做你的学生，有你特别的旨意。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甲你同道，这是偌大的荣幸。感谢你赏赐，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回应你的呼召，帮助阮伫阮这个新的年度内底看见新的异象，就伫你的教会内底要成就。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定伫阮心。这时要邀请咱来先徛起来吟圣诗第444首全首。做伙徛起来。主你调面和点清澈，等愿主心听你。
照你的话来我来信，明辨你最万物主宰，那日起故我心。袂伫半道失败，世事原袂记得条命，当大艰苦交结，世上压力扰乱心灵，听心。无力改变情景，两者也先袂通，修补空虚心灵。愿是幸福前途所行，阻碍可以勇行。弥合心田，愿着核心，才袂空空辜负主命，暂愿无过失错，也堪主恩显现。主你交代愿所得罪，无论单独做伙，烈焰肯定保护意向，愿无听也无仰望，只给罪关魔法，救赎功德。完全，请坐。这是我嘛要邀请咱等一下来吟第一节，一个吟就好。总是吟第一节的时阵，我要邀请陈为民、团结准。团员中了，安尼读较好，滚，好，迄读人的名爱真细字，袂当读唔对。滚，团滚。等一下，咱一个吟第一节，然后我要请陈为民、团滚来徛来台前，伫唱歌的时，会众吟诗的时。这时，咱搁来吟圣诗第444首，祝你吊命河顶清澈。祝你吊命河顶清澈，等愿主心听你。照你的话来我来信，明辨你最万物主宰，当日起故我心，袂伫半道失败。这点，唐教会小会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组织。要奉立加设立，当为民传棍来做教会长老。伫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加利未人三个同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长老来甲侍奉上帝为牧师。三甲眷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做信徒的模样。若是有交代，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总会都无教会的发展。这时，我要请团准棍来应答这个问题，所以我要邀请你大声
详时互众人拢听见，来应答这个问题。你担要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也无？这是我要请恁两人做伙来应答下面的问题。恁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恁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恁欢喜做桃园东会的长老，是着忠心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做教会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荣光上帝。恁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也无？这是我要邀请会友起立，咱也要誓约。咱也知影誓约是一种严肃的过程，所以伫教会内底，毋是选调什么人做长老就无代志啊，毋是安尼，是选调因，请恁用祈祷。甲服侍的心持续为因来祈祷。恁已经经单为名黄团棍来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照法度治理教会，恁着欢喜承受来顺叹。恁要安尼行也无？恁着敬听因。体贴因，替因祈祷，因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活，爱恁得着救，恁着帮赞因，互因较会尽做长老的本分。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这是我要请传讯。咱做伙来祈祷。主管感谢你赏赐带领，伊的萝卜黄团棍伫这个所在，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誓约，主你引带伊，保守伊，互伊伫你的教会内底服侍。即时众人看做好，我也相信上帝你看做好，要警调伊，互伊成做阮教会的长老。主管知教会头是你，总是阮也知影，伫人的组织内底有侪有限甲有罪，总是求上帝帮助阮，求上帝特别甲你的囝儿黄团棍做伙伫地，赏赐伊照你的话语来治理教会，赏赐伊教野的智慧，有上帝你圣神甲伊做伙伫地，保护伊的心神意念，帮助伊，当伊伫阮的教会成做阮的领导者的时，帮助阮通顺服伊，求上帝帮赞成就这一切。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关闭，设立恁做桃园东会的长老，协助牧师，线通知互遮的信徒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
交付恁的，当圣神设立恁做长老，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因，毋通出入勉强，是着存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时，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冕旒。愿上帝甲恁做伙期待。会众请坐。这时我要请教会小会员，对，来，咱有一个任命书，所以伫这个所在，任命单位面长老做本教会长老，做伙来为基督的圣工来拍拼，荣光上帝圣名。请小会员来接纳，来行接纳礼水，转过身来。来拍张照，来拍张照，来，我们那小会员来，你选嘛？可以，来。咱拍婆仔来。这是咱做伙来吟新圣诗444首的第2节。伫吟诗的时，我要请。这首李正一、苏依玲、林富祥、吴文仁、张春燕兄弟姊妹做伙来到台前，咱将要吟第2节尔，所以伫吟诗的中间，请你会当来行来头前。世事难为记的了明。人高高苦高天，世上那边遥远心念，飘心无力改变情景，人家也先袂通受苦空虚心念。这是小会奉爸囝圣神的名组织，要设立李正一、苏依玲、林富祥、吴文仁、张春燕做教会职事。起初教会有设立7个人办理教会事务，咱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服侍上帝的话甲圣礼典。这时，我要来问恁，请恁做伙大声来应答。恁担要领受职事的责任，恁有确信这是上帝的召命也无？恁愿意做桃园教会的职事，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要安尼行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就倚靠伊来设法，恁要安尼行也无？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
好，这时我要请咱的会长起立，共款咱做伙来使用。恁已经经李正义、苏怡玲、林富祥、吴文仁、张春燕来做恁的执事，恁有诚实欢喜接纳因，也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着敬重伊，因疼痛伊，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要安尼行，也无？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主管感谢你赏赐带领，你警调人来回应你的呼召，因为安尼，阮要将伫你面前，甲徛伫众人面前誓约的李正一、苏怡玲、林富祥、吴文仁、张春燕，将因的灵魂交伫主你圣手，主你甲因做伙伫咧，赏赐因智慧甲开力，主圣神甲因做伙伫咧，日日甲因同行，帮助因，互因伫你的教会内底尽职事的责任，帮助因，互因真正满有上帝完全的祝福，互因日日甲主同道，常时在伫上帝教会内底尽应该尽的本分。主愿向你献上感谢，求上帝也祝福人在伫因所伫地的工课、家庭、甲生活内底，互因所拄着的人满有上帝完全的祝福。主愿向你献上感谢，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桃园东会执事，线通知正会友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恁的。当恁受设立做执事，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良心办理教会事务，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光。会长请坐。这时要来颁发任命书。这是我请小会员来接纳，所以请小会员拢出来吼，包括新进的小会员拢出来，来我们。
时咱要来吟神圣诗第444首的第3节。吟诗的时，我要请上联团契会长黄传兴长老、夫妇团契会长林长洲长老、妇女团契的会长伊丽芳姐妹、社青团契的会长黄慈辉、得胜者团契的团长陈素妍、献歌队的队长陈伟民来徛伫台前。第3节来。愿心坚好先多所行，做该好义勇行。你好心的愿着好心，才会康康过福主命，早晚无个时早，也通主。伫耶稣的教会内底，咱设立侪团契首长，透过因来管理、领导以及帮赞无共款族群、无共款服侍的单位的人，愿主赐福，互因伫即个过程内底也得到上帝的呼召甲接纳。即时，我要来问。恁众人，请咱用心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应答我伫遮所问恁的。恁有要领受上联团契会长、夫妇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社青团契会长、夫妇得胜者团契会长、圣歌队的队长，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召命也无？有。你要领受这个这份，着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也无？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桃园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本会的上联团契会长、夫妇团契会长、妇女团契会长、社青团契会长、得胜者团契会长以及圣歌队的队长，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所做，常常关心。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你见了阮，互阮的教会设立侪的团契，主帮助阮，互遮的团契不只是组织顶头的称呼，是真正有上帝你的团契甲阮做伙，帮助夫妻透过安尼，互阮真正领受。伫每一个无共族群、无共团体内底，拢通领受上帝你的疼，就透过这个会长、队长的引带，助力甲因做伙伫地，赏赐快乐，保护夫妻，互因真正有上帝你完全的祝福，甲因做伙伫地，赏赐因教养的智慧、能力，互因伫这个团契顶头显出。上帝荣耀，主阮向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咱上过来音第4站来回应。其实咱大拄仔的誓约，就常常为因来祈祷，为咱的教会祈祷。主你交代阮所有罪，无论他多做伙，内心感谢。无予伊伤，冤冤无停了，永无世界罪我无法，救赎往乐完全。奉献，咱请简秀柱执事、黄文光执事来书献。请会众起立，三甲来吟奉献的诗。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会众读2遍，伫圣书的下面。耶稣应讲：勇壮的人无欠用医生，若是破病的人就对。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调歹人来反悔。路加福音5章31节到32节，请。请现到周报第1页。下周的事工人员分配，甲下面主日的聚会时间，教会小组的时间，尤其是这个中山区共款照这个采笔数电话这个关怀甲带导。其他咱家己来看。
请献甲州部第二页，州间的聚会以及各团契的时间、地点，咱家己来看。咱看下面，顶周12月26日主流奉献的明细，若是有错误，请往办公室来更正。咱现甲州部这个副业啊，这个教会小组的大多数项，咱家己来看。现甲州部上后面消息报告，咱今仔日举行2022年中职团契首长就任式。1月份，特月中职长老于志平、执事赖建义、简秀柱。1月份定期中职会伫咱这个礼拜煞，伫701会议室召开，请中职出席参会。会后煞开小会，请小学员出席参会。教育部线顶会议伫这个1月初3拜一明仔暗时8点召开，请部员参会。教会消息，双联团契对2022年起，每礼拜三上午9点半恢复聚会，提供便当，请双联兄弟彼此互相提醒。2022年1月到3月的新眼光读本，欢迎去办公室来领取。各部各团契合会手册资料，请伫1月23前交付办公室。2022年线顶受洗开始来报名，要受洗的兄弟欢迎来报名。具体消息，本会彭氏满意姊妹，就是黄碧霞姊妹的婆婆，伫12月29蒙主文调安孝主怀，享年97岁，请关心大道安慰其族。本会黄慧文姊妹，就是黄进雄长老甲穆桂英执事的查某囝，伫12月31日，台中新平长老教会完成结婚感恩礼拜。其他消息，桃园合作社理感事会伫下主日1月初9中午12点，伫701召开，请理感事参会。请牧师介绍补充报告。我无接到即个新来的人的名单，随常咱中间有久无伫咱中间聚会的兄弟姊妹所以咱等一下，我要邀请咱大家，虽然迄个接触尽量较少，总是咱会当挂喙暗，会当甲人较侪讲话。来到教会，特别即摆较冷，所以爱有一个温暖还会使，所以。咱若无互人若无互人温暖，咱嘛爱互人温暖。所以，请咱用话语，用彼此拍招呼的方式互人真正有人讲第一遍来是无？年轻人是不是第一次来？我要不要？你要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吗？听得懂台语哈？一点点，所以你来听台语的吗？对嘛你来听台语的，谢谢你，欢迎你来我们当中听台语了那你要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吗？自我介绍一下。扎实。是，太阳的阳所以真的是念渣吗？那个字是好查好，那个调查的查这个姓非常特别，那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台语礼拜。虽然你大部分都听不太懂，对吗？差不多了希望尽量能够让你听得懂。
那愿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再一次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有人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无？我就讲我一定有迄个无看到、无熟悉的吼。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也相互祝福，帮咱扶持。搁一遍提醒，对即礼拜拜三开始，成人堂课要聚会哦。成人堂课安尼听偌久？半冬以上啊！半冬以上啊吼。所以即礼拜对即礼拜开始，成人堂课就要聚会啊。所以请成人堂课的会友客友爱记一咯吼。即礼拜开始拜三吼，来做伙来组织，愿上帝恩典，上帝听，互咱会当得到温暖。上营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吟诗完请牧师来祝祷。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电乐热岛，咱互相请安，行平安礼。煞接，请中正伫7控以内为中正会有为咱传便当。咱请中正去7控以开中正会。